热天留着一头长头毛，伊是网红爱吃花，因为一个信念，伊特别开了一档的时间，将头毛留长，而前伫大家见证之下，将头毛剪掉，并捐赠予台湾干净基金会，制作成假头毛，提供予有需要的干净朋友来使用。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因为我家人因为癌症过世，然后想说我们祈愿就是把自己留长发，然后男生留长发比较可能突兀，我们一路以来就是可能深受质疑，说怎么那么颓废。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就是抛砖引玉，让更多人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可能捐钱也好啊，或是捐发也好，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的癌症基金会的代表，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可以共襄盛举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你头发留多久3年。3年哦。你今天要剪掉，会不会很舍不得？有一点哈，但是还是决定要把它剪掉捐出来，帮助所有需要的人这样。东港也结合台南市安平5期街区欢迎发展协会办理市集活动，借促起民众来捐头毛。市议员陈怡丁更是来到现场，甲爱吃花翕影片支持这项行动，鼓励民众会当透过自身的行动来帮助更加侪干净朋友。为了很多的癌症的朋友，那一定在治疗过程中副作用可能会有掉头发，但是很多的癌友们呢，他们其实不一定有能力去负担这个假发的费用，所以透过大家的捐发，能够让他们呢也可以有维持一个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比较不好看的状况。就是很感谢爱吃会的邀请，就是有邀请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到现场做一个捐发的活动，那他就是非常的有爱心，就是在受邀请的同时，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说，希望说我们在现场，他其实也有募集了很多爱心商品，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来一起支持这次的捐发活动。这场捐头毛市集伫咧安平德阳军舰园区一连举办3天。台南市安平5期街区欢迎发展协会理事长王柏全表示，希望会当透过活动来抛砖引玉，让更加侪民众为社会公益贡献一份心力。台南新闻上怀采访报道。